男人10個9個虛。嗱，作為男人嘅我呢，呢啲咁嘅嘢一定唔會發生喺我身上，因為我一直都有佢，我先至可以 keep 住益腎壯氣、精神充足、精力充沛，keep 住自信。腎氣足，身體年輕，回氣快，瞓3-4個鐘，精神飽滿，精力爆燈，再生多個真漢子出嚟都仲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啲吳浩康。我嘅生活同大部分香港人都一樣，壓力大，生活忙碌。我同時間要兼顧唱歌嘅工作啦，地盤嘅工作，又係爹哋、老公，亦都係人哋個仔，樣樣都要做到足，做到好。每日要打10幾個鐘頭工咧，去養起頭家。平時咧有陣時又瞓唔到啦，有陣時又瞓得唔好，其實都真係幾攰，壓力幾大。以前後生30零歲就梗係冇問題啦，日捱夜捱都得。但係一過咗35歲、36歲嗰啲中年危機就出晒嚟。最明顯咧，生活好似成日提唔起勁咁啦，集中力不足，易攰又冇精神，失眠、尿頻、腰酸骨痛，最攞命就係個眼袋血晒出嚟，一日比一日憔悴。問題就慢慢影響到日常生活。而家睇西醫咧就話冇事嘅，食下維他命就 OK 㗎啦。但係我食咗一排都冇咩改善，咁咪試下睇中醫咯。點知一睇，醫師係話我腎虛。佢話咧，香港嘅男性越嚟越後生出現腎虛呢個狀況，好正常嘅。腎氣會隨住年齡咧不斷咁遞減，再加上壓力唔夠瞓咧就虛上加虛，越虛就越唔夠瞓，越唔夠瞓就越虛，不停咁循環。再加上我已經40出頭，再唔理嘅話，我都擔心自己會腎虧。聽到咁樣就驚啦，虧喎，一定要搞佢。中醫都知道咧，我哋呢啲人咧冇時間煲藥，又怕麻煩，於是就介紹咗我食呢一隻有中成藥註冊嘅草基元氣腎寶補佢啦。中醫當時就話咧，食7日就見效噶啦，一定會精神翻好多，瞓得好，腰酸骨痛都會好好多。於是我就早晚各2粒，連續食咗7日，個人真係體力好咗，成個人精神晒，集中力都好咗啊！睡眠質素非常之咁好，可以去到深層嘅睡眠，瞓3-4個鐘就夠，好似叉足電咁，精神有活力，特別係做完運動回氣回得好快，好似後生嗰陣時咁。7日之後呢個中醫都有叫我 keep 住食。佢話草基元氣腎寶係由傳統強肝補腎嘅古方鹿味地黃丸為根本，再加入埋抗衰老嘅靈芝、行氣活血嘅丹參同埋強筋骨嘅淫羊藿。除咗可以加強壯腰補腎固精嘅功效，更加可以增強體力、改善睡眠質素、精力持久、補足元氣。條方補而不燥，作日常保健，啱晒我呢啲日夜顛倒而壓力大嘅人啦。草基元氣腎寶有衛生署中成藥註冊，市面上好難揾到其他嘅產品有呢一個註冊㗎啦。咁大家就食得安心啦。養好個腎就等於養命，所以我而家日日都 keep 住食，已經食咗一段時間啦。精力充沛之餘咧，運動後再冇腰酸背痛，真正有氣有力，陽氣十足，精神生猛，同班後生仔比，我都仲頂得住啊！男人唔補好易虛㗎噃，唔想繼續虛落去就要食草基元氣腎寶，補好個腎。我阿啲吳浩康推薦你。草基元氣腎寶7日補腎固精，日日精神飽滿，精力充沛，改善睡眠，增強體力。不論男士女士都一樣啱食嘅補腎氣產品，精神好，腰膝有力，精力精神都爆晒燈，連自信都翻埋嚟。如果你哋都想日日精力充沛，補腎精神好，就要食草基元氣腎寶。我自己呢，就喺萬寧買嘅，而家連 Cinnamore 同埋草基專門店都可以買到啦。